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读做期，高一期第5条期。这个期都有日子的意思，像咱讲日期。另外算分期的单位，像讲一期10字。期嘛有相会定一个日子，拄着5万的意思，像咱讲期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假期，代表好日子，卖当特别讲是结婚的好日。第二个词读做定期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按算的日子，或者是固定的期限。另外，这个定期嘛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把钱寄入咧银行，固定时间会生利息，比活期的利息搁较悬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后生要结婚啊，假期已经定啊，父母甲银行的定期解约，领现金出来要穿做后生的聘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期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